在地人在地情。台南新华的朝天宫，明仔载到后日要来举办法会，一来是来庆祝着大目港妈祖的生日，二来为学生来祈福考试顺利。 台南新华朝天宫伫咧这拜六礼拜连续2天，早起9点开始举办2024甲新年状元新笔开智慧文昌法会，而且要替大木港妈祖庆祝圣诞。庙方主委柯崇远表示，文昌法会邀请到资深的导师，用传统的科技替参加活动的信众念经祈福，嘛会当过7星平安桥来消灾解厄。欢迎所有妈祖的客囝和信徒回来和妈祖过生日。我这学生有个信念。 新华朝天宫表示，状元新笔开智慧文昌法会，有道长带领大家向文昌帝君启奏素文，望文昌智慧笔过航路火，卡金钟这仪式，祈求学子学习会当平安，考运会当提升，食头路的人工课会当顺利，做官的人仕途会当如意。若是有学子无方便亲身来，嘛会当委托亲戚朋友来办理。嘛欢迎大家做伙来替大木港妈祖祝寿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